这是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土伯特华语新闻节目。本期的新闻要点有：达赖喇嘛尊者出席藏人团体举办的长寿法会；藏人行政中央领导层将出席第11世班禅喇嘛37岁华诞纪念活动；联合国专家对中国颁布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表达严重关切。每周回顾90华诞及慈悲年庆祝活动。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土伯特精神领袖第14世达赖喇嘛尊者于本周三4月22号上午，在印度北部达仁萨拉的大乘法院，出席了由达仁萨拉朵堆福利协会中央执行委员会与宁波尔穆斯堂罗扎福利协会联合举办的长寿法会，包括藏人行政中央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伊辛汪姆、司政边巴次仁、外交与新闻部长诺增卓玛、安全部长加日卓玛等官员，以及法会主办团体的成员和5000多名僧俗信众参加了长寿法会。与此同时，达赖喇嘛尊者在过去的一周里，在达仁萨拉的寝宫先后接见了来自喜马拉雅地区、蒙古和世界各地的1900多名僧俗信众和访客。另外，藏人行政中央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伊辛汪姆、第17届土伯特人民议会议长堪布索南丹培以及司政边巴次仁于本周四4月23号相续前往印度南部拜拉库比藏人定居点展开访问。在访问期间，藏人行政中央领导层将于4月25号出席在扎西伦布寺举办的第11世班禅喇嘛根敦缺吉尼玛37岁华诞纪念活动。结束对印南的访问行程后，司政将于4月28号至29号在新德里会晤印度政府高级官员。此外，藏人行政中央司政边巴次仁还于上周五4月17号为土伯特歌舞与戏剧表演艺术学院新落成的学生宿舍汤东大楼进行了剪彩，并就基础设施建设挑战与文化传承的重要性发表讲话。该项目由德国援助藏人协会提供部分资金支持后建成。与此同时，多名联合国特别报告员于上周四4月16号就中国新近通过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表达严重关切。联合国专家警告称，该法律可能削弱对基本人权的保障，尤其是对少数民族群体产生不利影响。专家指出，该法措辞较为含糊，例如禁止破坏民族团结的行为。联合国方面警示，此类模糊表述可能被当局做出广泛甚至任意的解释，从而对言论自由、学术研究以及文化实践形成压制。在教育领域，该法强调以普通话作为主要教学语言，或将进一步压缩少数民族语言在学校中的使用空间。专家认为，此举可能削弱语言多样性，并对年轻一代的文化认同产生深远影响。从国际法角度看，联合国专家指出，该法律可能违反中国在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及儿童权利公约等国际条约下所承担的义务，而这些条约明确保障文化参与权、受教育权以及反歧视原则。联合国已要求中国政府就该法如何保障少数群体权利作出说明，并说明在立法过程中是否充分征询相关群体意见。对此，藏人行政中央驻日内瓦代表池雷曲吉对联合国专家表达的关切表示欢迎，并指出该法律令人深感疑虑，认为其反映出中国政府推进新一轮强制同化政策的趋势，可能进一步压制文化、语言及宗教多样性。请继续收看本期节目的最后一则消息。作为土伯特精神领袖第14世达赖喇嘛尊者90华诞及慈悲年系列庆祝活动的一部分，世界各地的藏人和支持者以不同规模与形式，通过各种活动继续推广尊者倡导的慈悲与利他理念。
对此，土伯特人民议会在过去数周与达仁萨拉近郊的多个重要机构与地点举办了民主达赖喇嘛尊者赐予的礼物为题的摄影展。本周展览在印度北部达仁萨拉的土伯特儿童村学校、贡巴布和苏加分校继续展出。此外，位于印度北阿坎德邦的哈巴特普尔藏人定居点朽石华诞筹委会在当地的社区大厅举办免费健康检查。德拉敦的卡里什克医院提供了支持与合作。与此同时，位于锡金邦的让瓦拉贡佩林藏人定居点朽石华诞筹委会于近日在扎西丁寺举办祈愿法会，为达赖喇嘛尊者长久住世及世界和平祈福。另外，作为全球慈悲年庆祝活动的一部分，藏日行政中央驻布鲁塞尔办事处与比利时支持土伯特团体于本周在比利时根特市圣若瑟教堂联合举办了为期2天的展览与互动工作坊，通过精选图片展示达赖喇嘛尊者的生平与教育以及慈悲理念。来自比利时各地的参观者还受邀制作藏式风马旗，在活动中体验反思、创作与社区参与。而南加州藏人协会也于本周为当地周末藏语学校的学生举办特别活动，介绍了达赖喇嘛尊者的生平与取得的成就。观众朋友们，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欲了解更多有关土伯特境内外的讯息，请登录屏幕下方的网址。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